出来及记第35章，安息日的条例。摩西调集以色列全会众，对因讲：下面是上主命令恁着遵行的事。6日着做工，第7日是圣日，是献予上主的安息日，着完全休困。若有人伫即日做工，着互伊死。安息日，恁逐口罩毋通起火。为会幕奉献，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讲：这是上主的命令，着奉献礼物予上主。所有甘心奉献的人，拢通带礼物来献予上主，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、柚麻、山羊毛、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、上顶的皮、金合番木、点顶的油、制作汤木的圣油甲芳香的香料、红玛瑙，以及要鑲伫以弗得甲行地的宝石。会幕的器具，恁中间熬的师傅拢着来做上主所吩咐的物件，就是会幕，包括伊的布棚甲顶面的挂，以及钩仔、板、环弓、条、有榫孔的座、约柜甲伊的杠、约柜的挂甲压伊的杖犁、摆献祭饼的刀甲伊的杠、桌顶的器具甲献祭的饼、灯台甲伊的器具、灯纸甲灯油、香坛甲伊的杠、汤木的圣油甲芳的香料、会幕的门篱、烧化祭的祭坛甲伊铜的网仔、祭坛的杠甲坛所有的器具、水长的盆甲盆座、埕的杖位甲伊的条、有榫孔的座甲埕的门篱、会幕甲埕的旗仔甲锁仔，以及幼工做的礼服，就是祭司阿伦伫圣所穿来服侍的圣的礼服，甲伊的囝做祭司伫穿的礼服。人民的奉献，以色列全会众对摩西面前出去，所有受感动、心欢喜的人，拢带礼物来献予上主。这礼物通用来做会幕各种的器具甲圣的礼服。所有甘心奉献的查甫人甲妇人人，拢将金器，就是形前的饼尖、片膏，做囡仔的手指、手环摕来，摇摇咧做礼物献予上主。因若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、柚麻、山羊毛，黏做红色的羊羔的皮甲上好的皮，嘛拢摕来。所有会当奉献银甲铜的人，拢带来做礼物献予上主。所有金合番木通做逐款路用的，嘛拢带来。手艺真牛的妇女，将亲手纺的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丝甲柚麻，拢摕来。手艺真好、深受感动的妇女，就纺山羊毛。遐领袖嘛，将袂当鑲伫以弗得甲行地的红玛瑙甲逐种宝石摕来。因阁将油甲香料带来做灯油甲汤木的圣油，以及芳香。为着上主吩咐摩西所着做的工，所有受感动、心欢喜的以色列人，无论男女，拢将礼物带来献予上主。去做会幕的师傅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：上主已经对犹大支族竞选予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列，佮用上帝的神甲伊充满，予伊有智慧、聪明甲知识，熬做逐款的工艺，熬设计图案，用金、银、铜做物件，佮熬刻袂伤的宝石，熬用木材刻逐款工艺品。上主阁予伊甲但支族阿希撒末的囝阿荷利亚伯得到才能，通传授才艺。这个人，上主将智慧充满因，予因画做逐款的工艺，无论是雕刻、图案设计、
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细甲幼麻刺绣编织，因真厚做工艺，嘛真厚设计图案。